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4年的2月26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5篇第1节到11节，37节到45节，创世纪21章第1节到第7节，希伯来书第1章第8节到12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应许实现。等候是一个困难的事情，特别是当我们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的时候，人的心里是容易焦虑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的民间宗教信仰的人呢，他们开始去寺庙里去抽签、卜卦、相命，想要改运。在心态上，我们看到人们想要借着某些宗教的方法去预知未来，来控制自己的人生，或者是说掌握未来。但是真的有可能吗？如果相命仙真的有那么神的话，那么为什么他的生命，他们的自己的生命都没有改变呢？或许你这样质疑他们的时候，他们会跟你说：“哎呦，天机不可泄露。”但是如果一位真神，他连自己的仆人都无法照顾，那么他对于一般的信众会保守赐福吗？这个值得我们好好的思考一下。上帝的应许必须按照上帝的时间，必须按照上帝的方式。领受应许的人只有一件事可以做，那就是等候。应许的时间可以快，也可以慢。领受救恩的基督徒只有耐心的等候。最近我们谈到了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他在75岁的时候，他领受了上帝的应许，但是后来他和太太耐不住了。在86岁的时候，撒来自己主张将这个借由女仆夏甲生了一个儿子。在此之前，亚伯兰自己的心里想，上帝的应许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实现，所以他就将自己的仆人当成了自己财产的接班人。但这些都不是上帝的应许。亚伯拉罕他一直到100岁的那一年，上帝给他的应许才真正的实现。在创世纪21章第1节到第7节的经文这样的记载，标题写以撒出生。上主按照自己的诺言赐福给撒拉，她怀孕，在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孩子果然在上帝所定的时候出生。亚伯拉罕给他取名以撒。亚伯拉罕遵照上帝的规定，在以撒出生第8天，替他施行割礼。以撒出生时候，亚伯拉罕100岁。撒拉说：“上帝使我欢笑，听见这事的人都要跟我一起欢笑。”他又说：“谁会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抚养孩子呢？但是他年老的时候，我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孩子渐渐的长大，
在他断奶的那一天，亚伯拉罕大摆宴席宴客。这个应许，亚伯拉罕一等就等了25年，的确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这就是上帝的旨意，就是按照上帝的方式、上帝的时间来实践的。上帝的应许，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怜悯是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这也是等了许久以后的事情。但可惜的是，他们并不愿意接受耶稣是基督。这也正是我们在上个礼拜六的读经分享当中所提到的彼得的信仰告白。彼得受到上帝圣灵的启示所宣告的信仰告白，他说：“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而保罗他在希伯来书第1章第8节到第12节的经文这样说道：关于儿子，他却说：上帝啊，你的宝座永远长存，你以公平掌权，以喜爱正义，憎恨邪恶。因此上帝，你的上帝选立了你，你饱受喜乐，远超过别人。他又说：主啊，起初你创造的地，你又亲手创造的天，天地都要消失，而你却要长存。天地要像衣服一样的破旧，你要把天地卷起来，像更换衣服，你却始终如一，你的岁月无穷。上帝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降世，并且他的王位宝座将永远长存。上帝必赐给世人满满的喜乐与平安。上帝的应许必要长存，即使天地都要过去，都即将会消失，上帝的应许永不会消失，因为上帝是超过时间、空间以及能力限制的上帝。他的安排是超越时空的恩典，更是超越限制的应许。所以人要做的就是等候上帝，要谦卑顺服。诗篇第105篇第1节到11节，37节到45节。上帝和他的子民，你们要感谢上主，宣扬他的伟大，要向万国述说他的作为。你们要歌唱颂赞他，要述说他所做奇妙的事。你们要荣耀他的圣名，愿所有寻求上主的人都欢乐。要向上主求帮助，要时常敬拜他。上帝的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他要拣选雅各的子孙啊。你们要记住他奇妙的作为，要记得他施行的审判。他是上主，是我们的上帝，他的权威遍及全地。他要永远信守他的约，他的应许达到千代。我要信守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守住向以撒所发的誓。上主和雅各定永久的条例，和以色列立永久的约。他说：我要把迦南地赐给你，作为你自己的产业。然后他领以色列带金银离去，他们各个身强体
身体强壮。他们离去的时候，埃及人非常的高兴，因为他们害怕以色列人。上帝用云彩掩护他的子民，夜间用火照亮他们。他们要求他，就使鹌鹑飞来，他从天上降粮食喂饱他们。他打开磐石，使泉水涌出，他使干旱的旷野水流成河，因为他记得他神圣的诺言，就是给他仆人亚伯拉罕的应许。于是他带领他的子民欢然离去，他所拣选的子民都欢呼歌唱。他把异族的土地赐给他们，使他们继承了别人的田园，为要使他的子民遵守他的法律，实行他一切的诫命，要赞美上主。感谢上主帮助我们有足够的信心，愿意谦卑，能够顺服，等候上帝的应许。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